好啊，各位歡迎收睇2025年10月3日星期五夜晚7點47夜晚7點50分嘅台風都話現時時間係7點47分，1號戒備信號同酷熱天文台喺夜晚7點40分咧發出咗1號戒備信號，酷熱天氣警告信號現在出嚟，我睇下最新好消息。麥德姆係今晚及聽朝會喺本港保持約500公里或以上距離，1號戒備信號會喺聽日中午前維持。按照現時預測，麥德姆會逐步增強，靠近廣東，並靠近雷州半島至海南島東部一帶。本港風勢聽日稍後逐漸增強，天文台會考慮喺聽日下晝初時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隨後天文台會將視乎麥德姆嘅強度、佢嘅烈風區同珠江口嘅距離同本地嘅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預料本港聽日日間天酷熱，受麥德姆嘅外圍雨帶影響，聽日稍後有幾陣狂風驟雨及雷暴。星期日初時驟雨較多，可有大浪及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我哋講咗咁耐，我哋睇下風暴路徑。現時麥德姆就喺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啦，之後佢就會轉入。就會去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嘅，咁我睇下路徑預測預報圖。好啦，咁咧我哋夜晚7點50分嘅台風週末就到呢度啦。咁我哋聽日嘅台，我哋聽日下晝3點嘅台風週末見，拜。